这看花也着爱有公德心，来看这中华分园的宝山国小甲宝山福德寺这附近呢，是有8公顷外的百日草，这阵嘛是开了长水，成袂少人来遮翕相。不过，所有人是直接行入去这花海内底，甚至呢，就连脚踏车嘛安尼牵入去，也阁有人来遮挽花破坏环境。 黄的、红的，阁有柑仔色的花开甲长水。中华分园的宝山国小甲宝山福德寺附近，有将近8.5公顷的百日草花海，美丽景色，成袂少人来翕相。真好翕哦，这偌水咧！你安尼大家都来看呢，任何的角度拢真好看。就是可能今年的面积也比较大，都觉得很漂亮。 大片的花海看起来真壮观，大家找角度都是希望翕出上水的相片。但是，有民众发现有人无守规矩，直接踏入去花海翕相，就连脚踏车嘛牵入去花海，缀伫花顶面，甚至有人是摕夹刀夹花挽花，真离谱。然后真侪啊，就发现讲者就愈搭愈侪位，你知哦？大家有样看样，就拢一直搭入。其实咧，拢有田螺路，拢会使搭咧田螺哦。 啊，用借位落去就会使啊！你搭入去真正吼，大咱外国足歹看。有人加花啊，因的意思是讲要加点去插，其实百日草这种物件是挡袂久。官府表示，中华市农业大观一直有咧推动鼓励农民伫收耕的时阵种百日草、菊甲花，才会景观花草。一来是做绿肥，二来会当互民众欣赏。官府嘛呼吁大家咧赏花的时，就要有公德心，千万唔通耍长美景。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。